민민공소에 나 분야 타기 전에. 달랭 요런 시장 군대 달랭 요런 많이 그래 문이 뭐라고我给你看一下，好了，你再看一下了啊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咱们这个是新科系统的地图嘛，是吧？这个是移民扫墓的，这个是回扫墓的，是吧？那这里看吧，这个是2011年的地图，这是最新鲜的欧科系的最新鲜的地图。咱们现在干这样的这个北京大的危机是就这个这儿呢，是吧？这个这儿嘛，就是咱们边界里边，他们移民扫墓的怎么为啥不讲法？为啥不合法的东西搁这过来弄事呢呀？咱们这是还守法呢，还不守法呀？咱们系统的地图，第一，咱们系统的老百姓扫墓不行吗？这全面禁令，法律不执行。这是地图真的还是？新梅超，你说那个地方在哪？就这儿呢。对，就是今天下午就发生的事就在这儿。这儿。从行政区划来看，属于就假设啊，你指这个位置是悉尼河西四路的，对。但他有没有什么说的，比如说林业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林业的话行，可以，林业就过去是吧？不是，我这林业的过去的话，这个是咱们林业局的国有土啊，还是第一土地啊，是吧？国有土地，能够拿个证完了这么说，咱们也合法的可以接受这个。咱们林业的也没去，就是移民扫墓的。你们这个发生争议是
悉尼和西村还有哪个村子呢？这是移民头目吗？这吗？不，移民头目和他跑这儿来了。对，他的这界限的问题，都是有界限的问题。他们打我们的人了，移民头目。我说这个啥解决这这是这个问题吧？就神经病的问题，就是这么好的地方都弄出来了，弄出来完了以后，到现在就不给解决嘛？这个地图都弄了，还有你要什么呀？就不给解决吗？人家的话你也可以，可以把过来出来就完事儿吗？老百姓没有土地生产过日子吧？是不是？今年这么大旱，对呀，老百姓没有土地咋过日子吧？这很合适。不可能那代，这个气人那代。